部的当红越剧演员与黄金大戏院联合举办筹款义演，袁学芬、尹桂芳、小丹桂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竹水昭、张桂凤、徐天红、吴小楼联袂登台，越剧10姐妹由此得名，山河恋青史流芳。而今在这些老10姐妹的故乡，女子越剧发源地山河恋绝影风生。由郭晓良导演的明星版《山河恋送行》将在小镇古戏楼首演。竹海第2代传人竹小昭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毛伟涛、吴凤华、方亚芬、陈飞、丁小华、孔丽萍等联袂献艺，以传承致敬经典，以寻根守望未来。山河恋的绝版
小姐姐，哎，叫去贩子，叫去贩子，谁？你妹妹得意，真得不？不是，你可自对，自罪，你自杀罪，不给亲家的保障，结局，呸！我是把你妹妹得意犯下的点控自罪。哎呀，这是小人要不自杀才是冤枉啊！我妹妹她只为刺痛天国，哼！你自容易成功人，天亮他找到自家为你家人，你妹妹从此幸福自取，关将一举当儿女，安心为你长期在。你妹妹她是机场在道路上，这还你妹妹对你。欺君罔上，平安旅。将军师才，将军师才，我妹妹她可是好生啊！不管你是你妹妹好，还是相爷好，当算是相爷好。那你是愿为妹子要劳你，还是愿为相爷成呢？这还用问？当算是为相爷成立自许好。相爷吩咐，上帝王进二三了。哎呦，谢相爷天高地厚，真。三妹妹到来，你必须死禀报将军放心，我说是妹妹，就是相爷要的命，小弟也一定死记他。好，这位我就信了你。往后你要是口是心非，我就催了你的劲，不然你的命，把你切成一块一块。我是口是心非，你就把我剁成牛皮。好，俺去也。上将军，好将军，宋将军，宋将军。自当很红，从天降。
你是谁？你不记得我吗？宗师将军，我好不容易又见到了你，你怎么在此静一静？
总之，你在笑什么？神奇大哥，你猜放的是谁来此地？是谁呀？玲珑小巧，如意花轿，袅袅婷婷，婷婷娘娘是对应。你怎么不还我一剑？得拖去朝歌，去为风采，举迷江娘娘为难。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哈哈哈！喂，你怎么夸？这大事了啊！这要什么事？我的妹妹，她被人误死了啊！等等，谁？
情真姑娘一子，深
姑娘可好？你这么好的一位姑娘，可惜她走了。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矫正恋爱的姑娘。我把一片真心向她吐露，不知她心下是何。他一定当我是不会我老子。姑娘，你可知我对你是一片真心？可惜他走了，他要是有一点爱恋之意，他会回来的。他要是回来，请好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我是把表弟你自己交代我的几句话，我才回来的。姑娘有啊，好请进。这话我只是首先不随先生听。咦，你怎么把钟子先生及夫人的事拆了呢？我与钟子乃是生死兄弟，钟子的心我当若宽待。原来是此。一放金牌，这是情啊！对你这次言道，娘娘性命危在旦夕。钟子先生见信儿，许这个县去朝公，我要以他为念，当娘娘大事。生死将军，我不便在此拘留。我要真理啊！姑娘万岁，万不忍轻酒方面。我叫基地。七弟姑娘，我刚才听你的口笑知道了。答应也在后此。他已被人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了。钟子，你回来了，答应他。此心脏，幸福注定。方才有一位叫金帝的姑娘送来了答应的信，这个金盘的话，这是情妇。但叫你即刻前去查考，不要以答应为念，答应也在后此，说是被人关起来的。不将他拘成，你我真好寻此寻子。杀救他，去不服了，杀去弟弟自己，放任这个公子朝，却为方才就娘娘担应于为难。